歡迎收睇《家家有購》，我係 Melody 陳靜琪。我係 Jenny 麥慎賢。嗱，揀樓作為人生大事，無論租定係買啦，location 都係重點嘅考慮因素啊。港島嘅中產集中區域太古一帶，正正就係唔少人嘅理想居住地，有個唔錯嘅生活配套，可以提升生活質素。嗱，今集單位嘅年輕夫婦會主冇揀到藍籌屋苑太古城，而係揀咗呢一區樓齡比較新，而且咧係同太古城同係嘅日華苑啊。樓價咧就比太古城貴啲，但係或者可以換嚟更舒適嘅生活。雖然規模細，不過配套就更高級。嗱，佢哋嘅設計單位大約就係850尺。我哋先睇下裝修前係點樣啊。嗱，原則嘅客廳格局都相當四正，規劃大型家私佈局啦，相信都可以輕而易舉啊。不過按新業主嘅需要，部分間隔都可能有所改動，例如廚房會變成半開放式等等。睇埋保養方面啦，估計上一手都住咗一段時間，但係交樓之前咧都油過晒啲牆。咁雖然設計都幾有年代感啊，不過整體感覺都唔算話太殘舊。嗱，睇過一啲唔少室內設計，都得出一啲能夠營造舒適感嘅精髓啊！嗱，我覺得啦，要營造舒適感就唔少得啦，要用柔和嘅燈光，咁再配合埋一啲 warm 嘅色調啦。咁即使設計底色可能係一啲偏冷嘅白色調，咁但係周邊嘅細節或者配色嘅取材都要有修飾嘅作用啊。畢竟咧係個俾人放鬆嘅環境啊嘛，揀一啲歐式嘅風格，仲有優雅嘅花線，能夠俾人感覺遠離都市嘅壓迫感。嗱，今集嘅室內設計咧都應用咗呢一個風格，咁製成品係點樣啦？我哋一齊入單位睇睇。輕歐式風格嘅精髓係由細節帶出輕奢感，新設計要做到華而不俗，同時兼具空間感，仲有充足嘅收納量。設計師 Ray 又會點樣發揮呢？咁個單位咧，其實主要都係戶主兩夫婦住啦。咁佢哋都係一對專業人士嚟嘅咁樣。咁佢哋本身咧自己就好中意買嘢啦。咁所以其實最初見面嘅時候咧，佢哋就有一個好明確嘅要求，就係話佢哋嗰個儲物空間同埋儲物量咧，就一定要滿足到佢哋嘅需求嘅。為咗增加一個較大嘅儲物空間，設計師將原則嘅廚房向客飯廳方向外移，從而加設咗雜物房，亦都可以作為工人房嚟使用。為咗整多個雜物房，所以將廚房褪出嚟之後，飯廳嘅位置就得返咁多。但係配合埋走廊嘅隱藏門，再加上同飯廳牆一樣嘅顏色，咁喺視覺上望落去都會闊落啲啦。咁另外第二個改動啦，就係喺主人房嗰方面啦，咁就係將主人房同佢隔離嘅細房打通咗，咁變成一個主人套房，再加埋一個衣帽間啦。咁而同一時間咧，亦都將主人房嘅門向走廊嗰方面褪啦，咁而將走廊嘅空間咧納入埋主人房裏邊嘅。經過改動後，主人房嘅空間比原則更大，同時增加咗衣帽間，俾男女戶主都有一個私人啲嘅換衫空間，亦都可以擺更多衣物。另外，戶主都希望第時有小朋友，因此都預留咗擺 BB 床嘅位置，方便第時照顧 BB。大致規劃好新嘅間隔，下一步就要由大型嘅家私入手，外觀設計配合單位格調。儲物空間都要滿足戶主需要。咁喺呢個單位裏邊咧，我哋由玄關去到客廳啦，咁其實都係以一種高身嘅儲物櫃去做連接嘅。咁個儲物櫃嗰度除咗有一啲歐式花線啦，亦都有一啲條子嘅紋理。咁而個條子紋理咧，同一時間亦都係一個儲物空間嚟嘅。咁頭先都講過啦，戶主其實期望咧佢係有大量嘅儲物空間嘅。咁所以啦，我哋喺單位設計嗰陣時啦，我哋就首先就做咗一個間隔改動啦。咁就令到喺玄關嘅位置，我哋就有一個雜物房可以俾戶主去做儲物啦。咁另外，我哋喺一啲訂造嘅家私嗰方面咧，我哋都係預留咗一啲隱蔽嘅儲物空間嘅。例如我哋飯廳裏邊嘅 cushion 坐墊啦，咁其實底下係一個儲物櫃嚟嘅。
咁樣做既能夠增加儲物量，同時都唔會影響單位設計嘅美感。單位整體設計以大地色為主，帶出溫柔舒適嘅感覺，但係要突顯輕車感，就要喺金屬嘅元素着手啦。咁我哋設計用色嗰方面啦，咁我哋主要咧就其實用咗淺灰色啦同淺杏色去做一個主色嘅。咁我哋其實用呢兩個顏色咧，其實就想帶出翻一個自然柔和嘅風格出嚟啦，咁樣。咁但係同一時間啦，我哋點樣可以令到成個單位有一個輕歐式、輕奢侈嘅感覺咧？咁我哋就喺一啲儲物櫃裏邊加咗一啲金色嘅線條落去啦，咁除此之外就仲有一啲金色嘅燈具同埋一啲金色嘅玻璃框咁樣，咁去營造翻成個輕奢侈嘅感覺嘅。雖然要做到歐式風格，但為咗避免傳統歐式花線厚重同埋繁複嘅感覺，設計師就選擇以另一種方式嚟呈現輕歐感。咁喺傳統嘅歐式風格裏邊啦，咁其實嗰啲花線咧就相對上比較複雜嘅，咁佢可能啲花線就有2到3個嘅 layer 去做一個花線啦，咁但係我哋就唔想成個感覺咁重歐式嘅味道，咁我哋就將佢嘅花線就去簡化咗，咁就咁將佢變成一個係比較線條比較乾淨利落嘅木線去營造翻一個輕歐式嘅感覺嘅。仔細啲觀察會發現，客廳同埋主人房嘅設計風格截然不同。原來同戶主夫婦嘅個人喜好有關。雖然兩個人嘅設計意念相近，但同時都希望喺唔同空間展現到個人嘅風格。咁我哋個客廳個設計風格裏邊咧，成個感覺係偏向女性化啲嘅。我哋用嘅顏色咧，其實都係比較淡嘅杏色比較淡嘅灰色咁再襯翻一啲雲石紋啦，咁一個比較高貴感覺嘅紋理啦，咁樣。仲用咗特別嘅手法嚟展現雲石效果，利用藝術漆描繪，而唔係傳統嘅雲石紋磚。咁喺我哋成個設計裏邊咧，我哋都用咗好多雲石紋嘅元素啦，例如喺電視機嘅牆身梳化背嘅牆身啦，跟住一啲傢俬上邊嘅台面同埋玄關嘅位置。咁其實我哋用同一隻雲石紋個原因咧，就係因為我哋想貫穿翻成個空間，令到佢望落去咧就更加有連貫性啦，咁樣。咁同埋我哋點解去用一個藝術漆去做雲石紋，而唔用真嘅雲石或者用一啲磚呢？咁其實個原因就係因為我哋呢個單位樓底係比較高嘅，咁我哋唔想喺一個雲石紋嘅牆身裏邊帶有任何嘅駁口啦，咁樣，咁所以我哋就選用咗藝術漆呢個方法去做我哋嘅雲石紋。咁去到主人房啦，咁主人房裏邊個感覺咧就相對上係男性化啲嘅。咁喺裏邊咧，我哋就用多咗一啲比較黑色金屬嘅元素啦，例如一啲衣櫃門嘅手抽床頭箍筍一啲黑色嘅木邊望勻晒成個主人房嘅設計啦，加上係呢個廁所嘅門係特別有酒店 feel 嘅喎。冇錯酒店式風格咧，其實就正正就係戶主所希望有嘅感覺嚟嘅。咁我哋呢一度咧就用咗一個黑色鐵框啦，再配襯一個玻璃嘅間隔啦，咁樣咁可以令到咧個空間感更加大啦，望落去就更加似酒店嘅感覺。咁而我哋用嘅呢個長虹玻璃咧，亦都可以為戶主帶翻有一定程度嘅私隱。雖然主人房主要以灰色作為主調，但係喺選材上就揀咗幾款唔同物料，再加上一啲簡化咗嘅歐式花線同埋木條子嘅 pattern， 咁樣望落去就會更加多層次感啦。咁我哋個廚房就用咗一個半開放式嘅廚房啦，中間就用一個大嘅玻璃間隔去做翻一個間隔啦。咁其實個原因咧就係我哋廚房做咗嗰個間隔改動之後咧，其實相對上個飯廳個空間係細咗嘅，咁我哋為咗彌補翻嗰個空間感啦，咁所以我哋就改用一個玻璃間隔，咁令到我哋望落去嘅時候可以將廚房嘅空間引入埋去個飯廳嗰度，咁從而淡化咗
改動間隔之後嘅缺點。咁廚房就用咗巨型嘅玻璃嚟做牆，除咗可以隔絕油煙之餘，亦都可以令個空間感望落更加大，同時都可以增加戶主夫婦嘅互動。